去年有环保团体发起抢救桃园大潭海草大生态的公投，要拼第二阶段35万份的人数关卡。不过，即马简达2万多人人数。今日款团是伫咧大安森林公园游行，着望伫咧228进前会使通过人数。 其实它就是合藻，包括荒野保护协会在内的款团人士，热心向民众解说什么是海草大，希望趁着假日，让更较侪人了解桃园大潭海草大的重要，又更较侪人做伙联署公投。有民众听了介认同。藻礁死掉以后，你生态就变了嘛，海洋就没了，对不对？所有的。 对呀，希望能通过，大家加油！这摆选伫大安森林公园做宣传，搁且未少的媒体人士到赞声，希望离月底进前，唔但会当冲过公投法第2阶段29万的这关，而且爱搁加一寡才有保险。 阮拍算讲28以前吼，会当听到35万份，因为差不多要29万份才算门槛啦。万一其中有一寡吼，伊的资料填了无正确，啥去互淘汰，安尼就无够。潘中正表示，伊自去年12月发起这项公投人数，个半月以来才收到23000多份，离目标搁差真济。不过最近逐礼拜拢增倍咧增加。 伊要是感觉真有希望会当过关。若是讲吼，阮这回第2阶段联署35万份过关，今年8月28，咱全国人民都有机会来投票，来决定讲咱的藻礁是毋是爱甲留落来。 环保团体讲，就算要活过年啊，嘛是爱继续拼人数，希望会当早日甲当咧进行的中油第3天然气接收站工程炸落来，保护珍贵的海草大的生态。记者陈雅文、曾佩文台北报道。